各党的劳动节拢有劳工大游行，劳工团体各民众要对总统府行到立法院，因为今年是劳基法实施40档，劳团是诉求讲劳动法规得爱大翻修。最近有国民党立委提出试用期的薪水至少爱8成的基本工资，是引起真侪讨论甲批评哦。咱嘛来听现场劳工团体的看法。我认为国民党如果是这样来恶修劳基法，来伤害劳工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反扑了哈。然后赖清德未来的赖政府哈，他在之前他当赖内阁的时候，他恶修劳基法，我们那时候也认为非常的可恶了哈。我们不希望他的上任部长之后，他来恶修劳基法。今年的劳工大游行下晡1点开始哦，是以连续执政无蜜月、国会修法挺劳权来做口号，用前总统赖清德甲前劳动部长何佩珊来喊话哦。今年是有4000个劳工参加这场游行，因对总统府出发一路要行到立法院，针对革新劳动关系、退休权益、医护过劳等议题来提出因的诉求哦。伊嘛提出16项修法的建议。